句话刺进心里，我差点就反击，手指停在键盘上，准备挥进挥去。每个人都在防备，害怕被看不起，所以用更硬的语气保护自己。如果愤怒借愤怒，只会更孤独。如果理解借理解，会不会不同路？温柔比强硬更有力量，不是退让，是选择不伤。当我愿意听一下，听见对方的慌张，原来很多冲撞只是害怕受伤。他也许在疲惫，才语气冰冷，不是要否定我，只是太多压